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关家欢收看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全台湾拢面临限水危机，咱台南嘛将对25号开始实施相关的限水。市长表示，用水减量目标是减掉11%，对着工业的用水，洗车业者将受到冲击。不过希望大家会当共度难关。因为开春期间落雨无预期的多，未来嘛唔知雨量状况。根据了解，目前闸门水库、南华甲乌山头水库的脱水量加起来只有1亿2000多万吨。不过，淡市每一天用水将近100万吨，若无限水，只会当搁再拖4个月。市长表示，台南地区水情的灯号对2月25号开始，得对现在黄色转做柑仔色。也是减量降水，所以呼吁大家节省用水，共度难关。也无春雨、梅雨，若拢无来，就真正错了蛋。这个开春的春节期间，事实上这个降雨不如预期。那未来的春雨，是不是能够如期报到？有没有疏解旱象？这个部分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以现在台南市这个曾文水库、南化水库跟乌山头水库3大水库蓄水量加起来只有1亿2000多万吨，那台南市每天用水将近100万吨，那只能再撑120天。如果不限水的话，那120天就是4个月。那现在3、4、5、6就撑到6月底。那如果说有限水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再多撑到7月。好，这个部分是指每天的民生跟经济用水。不包括农业用水，农业用水都已经一起到座，都已经停灌了，所以由此可知水情之严峻。另外，安平、好尾寮甲安南等水资源回收中心，每一天提供7790吨的放流水，会当提供压花甲冲洗等用途。有需要用水大户，或者是市民朋友，会当家己来运用。但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适应超高龄的社会需求，长期照顾已经是政府的重大政策，而且如何提升质价量，更是政府甲民间共同努力目标。上午台南市的公布长期照顾机构4档1摆评鉴，其中63间当中有35间优等已接受市长颁奖表扬。台南市接受评鉴的长期照顾机构包括徛家或者是社区形式的，总共63间；得到管理品质甲服务绩效优等的有35间，上午已接受市长颁奖表扬。因为4档有1摆评鉴，所以嘛是黄市长任内第1摆评比。市长表示，伊将于2档外65岁以上的长辈得增加2万多人，所以长期照顾的量甲质拢需要持续提升。这个人口年龄老化的这个情形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对于长照的推动，我们只有再加油，不能够跟过去说我们以前有几床，现在有几床，现在是不够。以老人、长者的增加的速度来讲，我们长照的量能还是需要再做提升。那另外一个量的提升，质也要提升。所以说，今天对于绩优的长照业者，我们是抱着感谢的心来表扬他，不是抱着高高在上的心来来表扬他，是真的是谢谢他们来投入，来对于长者的照顾，这点是谢谢他们。所以我想说，将来对于绩优的长照业者，我们还会研议有更多的方式来加以鼓励。当然，除了优等公开接受表扬，毛评比是饼顶无合格，需要搁再限期改善，以保障市民服务的品质。小局表示，所有评鉴结果拢会呈现伫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的网页，予民众参考。同时，持续推动长期照顾服务，互资源看会到、找到嘛用会到。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地震一发生，拢大家紧张感，尤其日本个传出大地震，嘛，互市府借机会提醒民众，若惊厝内超过20栋以上的老厝未稳，其实对今仔开始，拢会当向干务局提出申请耐震评估，一旦有需要补强，赶快攞补助，预计推出740个名额。其实对921地震以后，中央每一档拢会拨经费补助地方来进行老厝的耐震评估。今年台南市干务局建检总补助，包括初步评估甲详细评估，总共740个名额。就希望提醒民众，不管透天还是大楼，只要超过20栋以上的老厝，拢会当提出申请。评估以后有需要补强的，市府嘛有阶段性的补强补助，上悬会当补助到450万。那今年我们是有总共初评加详评，总共有740件的名额了。那也希望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年之前有一些地震嘛，那民众也可以希望能促使民众有这个意愿来申请这个初详评的补助。那初详评补助其实是从公告到今年，一直是从今年到今年的年底啊，所以民众都有机会来申请。嘿，那每件的金额就是初评的部分是最12000，嘿，以3000平方公尺为一个界限，那最高是15000，嘿。以去年为例，台南总共受理60件申请案，已经完成38件补助。干务局表示，厝主千万唔通烦恼申请会影响房价，所以唔敢提出。这些申请的资讯我们都不能公开，因为民众可能会针对说，这些详评的结果被公开的话，对于房价会有疑虑。这部分我们是不能把它公开的，这必须，因为有个资法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协助保护，干务局呼吁，所有补助费用拢是建筑技术工会公告由中央核定，且市民放心，一直到年底之前，拢当提出申请。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天气呢向变寒，加上早暝温差大，心血管疾病就相对增加。一旦血管塌掉的，发生伫心脏冠状动脉，就是心包油；塌伫脑血管，就是脑中风。所以医生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保暖，并且控制好血脂、血糖加血压。冠状动脉心脏病，也就是俗称的冠心症，有可能是慢性的急性症，或者是危急的急性心肌梗塞。伊的危险因子包括年纪大、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食薰甲肥胖等。加上最近天气向变寒，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嘛对咧增加。因此，基比医学中心心脏内科医师黄胜忠呼吁，民众要注意保暖，避免血压的向变化。天气气温变化其实蛮大的，那冠心症跟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增加，那及早的预防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像一些危险因子的预防，比如说血压的控制、血糖、血脂的控制，然后减少抽烟，还有一些像是可以增加一些运动、减重等等，这些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冠心症的发生。如果病人有发生就是胸痛、胸闷紧紧的，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或是说会伴随着一些像盗汗、无力，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甚至有一些转移痛，那这都很有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尤其是越难控制跟时间持续比较久的这种，那就是更危险的状态。医师强调，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重要的是要养成规律的运动加控制饮食，尽量少盐、少油加少糖，控制血压、血油加血糖等。另外，食薰嘛诱发心血管的疾病，因此戒薰不但会用减少血管的并发症，嘛会用减少肺部疾病的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李秋红老师自细汉的介画图，目前是淡市美术协会、艺术家协会等会员，作品嘛曾经入选公告美典等奖项。现在退休以后，竟专心创作。现主是伫安平区政艺廊展出一系列个展，欢迎兴趣民众踊跃前往参观。林秋红老师伫个2当前伫家庭国小来退休，对着红赛庄建宇投入台南市国艺术协会来创作艺术。2当来透过不断的旅游、观察加体验，对素描、写生到水彩油画等，创作出未少的作品。目前正伫个安平区政艺廊来举办个人的画展。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展呢，也是想说这边有一些民众来洽公，还有一些那个辛苦的人员，他们来上班，然后欣赏我的画作，能够看了会心旷神怡啊，会对安平这个地方更喜欢来安平逛逛，或者是有时间，或者是假日，都可以再到各个景点。有时候就是先铅笔素描啊，素描完后回家再把它记录在画在那个画布上面，然后再加以自己的思考啊，再把那个景点呢再用自己想象的笔触，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出生伫个渔村的林秋红老师，因为自细汉就爱画图，尤其看到海边的海影，互伊带来心灵的感动，将海影、溪流、甲古迹等美景融入去画作，有写生，嘛有写意。即届展出的作品总共有40幅，大部分拢甲安平有关系，其中嘛有台南客家的树葵花、甲老塘湖等景点。即届林秋红的璀璨安平写生个展，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4月底，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为了新怀观光园观光工厂，伫甲昆山科技大学学生合作以后，为整个工厂打造了全新的面貌，并且将罕见的产品定位做外星人，布置一个大型的彩绘墙，让参观民众会当伫趣味当中来互动学习。一来到位伫新华的观园观光工厂，就会使看到这个大型的彩绘壁，这是业者甲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合作所打造的主题设计。将观园的各种产品打造成为外星人，希望让来参观的民众会使伫趣味当中学习到相关的知识，了解旱季的营养价值。这个是一个地瓜生态的产学合作哈，因为跟昆山科大的学生们，他们帮我们设计那彩绘这个墙，那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的产品，而且它有很多的命名，而且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那把地瓜称为外星食物。那来了以后让大家有他来拯救地球，让大家有不一样的观念去认识地瓜。那事实上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薯条啦、地瓜球啦、冰烤地瓜啦，或是我们另外的各种的地瓜产品都会在里面。那他们有很多命名，其实这个命名也可以大家集思广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那很多的命名，也许我们这里的一个解说的那个墙，我们会有一个解说的方式，让大家去看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多多走走，认识一下地瓜。观光工厂当中也有故事馆，对旱季的种一直到这，拢有专业的知识介绍，让民众会使对旱季有更加深的熟悉。同时，伫馆内也有丰富的旱季产品来使购买，让民众伫熟悉旱季知识的时阵，嘛会使食到好食的产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人食物件愈来愈重视食品安全，嘛有真侪单位开始推动食农教育，希望让消费者亲自来参与生产的过程，进一步认识。其中为伫新华旱季观光工厂，愈来开放民众来体验，同时透过生态故事馆来改变大家刻板印象。旱季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其中位伫新华的瓜园旱季生态故事馆当中，介绍了各种相关的知识，加上现代人愈来愈重视食农教育。为了让来参观的民众会使更加熟悉旱季，
呱呱园也特别伫观光工厂周边种了一大片的番薯田，互民众会使亲手来体验乌番薯。18号上午，就有周边补习班的学生伫老师甲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到现场亲手来乌番薯，会使看到每一位小朋友拢耍甲非常的欢喜。加上工作人员专业的解说，互因透过亲自动手来体验，更加熟悉番薯相关的知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教育的一小部分。那这样有个好处，因为一般来讲只有纸上谈兵比较没有意义。那实地操作又教他们如何吃地瓜，怎么吃地瓜，那地瓜的营养好处在哪里？这样很落实，而且他们回去以后还会跟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而且这样的方式可以扩及到很广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我们会每一年都在办，持续在办，只要是产季的时候。想要体验乌番薯的民众，会使伫假日的时阵来到故事馆，就会有梯厝会使体验。如果是平常日，会使来向因预约，只要满15个人以上，就会使成团。我们假日来讲都有时段，都会公告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专线590-2966，其实都可以询问的。那只要假日我们都开放一般民众，那平常日都要预约的业者强调，如果想要乌番薯，就要把握2月份到5月份的产期。因也期待透过安尼的动手体验，互更较侪人了解到台湾番薯的品质有偌好，是台湾重要的农特产品之一。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有一名57岁男性，因为腰肌结石，做过真侪体外浸泡甲类似件手术，拢无法度解决。后来基于医学中心令双镜联合的喙石手术来治疗，才治好患者这款较复杂的腰肌结石。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腰肌结石的盛行率是7.38%。大约每1000人有73位有腰肌结石，其中较严重的乳角型结石大约占了1%到1.5%。基美医学中心毕业外科医师李高汉强调，六角形的结石甲一般腰肌结石比较起来，要一件手术就处理清气，并不容易。因此，基美病院利用双镜联合喙石手术。复杂性的肾结石，我们处理的方式大概主要还是以这个经皮肾脏造瘘的碎石手术为主啊。那这个方式处理是可以把大部分的结石很拿干净，可是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结石太复杂了，所以一次手术完，手术之后残存的结石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病人后续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治疗，也有可能再做第2次的经皮肾脏碎石手术，那或者是说后续要做一些体外震波啦，还是内视镜的碎石手术，那对于病人的生活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目前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所谓的这个双镜联合。什么叫双镜联合？它指的就是用这个经皮肾脏造瘘的碎石这个镜子，那同时合并做一个内视镜逆行性的肾脏内的碎石手术，那上下一起做。那这样子一起做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次手术中就有可能可以一次性把这个很复杂的结石一次把它拿干净。那病人一次拿干净，对病人的负担，那病人之后的生活品质也会改善很多。病人后续他就比较没那么多的困扰，后续还是需要说做体外震波还是内视镜手术机会会比较小。医师表示，大部分的六角形腰肌结石的病人常常无任何的症状，大部分拢是因为鼻药道感染、无疼性的血液、腰肌功能不良被意外来发现。如果长期脱掉的无治疗，会造成腰肌的水肿，甚至萎缩、败血症、甲死亡等。因此，结石的治疗除了症状的治疗，重要的嘛要保护腰肌的功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一位38岁男性伫半当前因为车祸造成骹骨痛痛，虽然接过电光，骨头无安怎，不过骹骨也是无力，无法度爬楼梯。后来经过心脑病院检查，才发现是前十字韧带断去，经过中建的手术，才有法度行路。心脑病院骨科医师吴成汉表示，近年来因为国内运动风盛行，前十字韧带断去的患者有哪来哪侪趋势。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断去会造成关节的无稳定，断期落来容易造成软骨加半月板的受损。现在用个透过微创的重建手术，就用个恢复正常的行动力。十字韧带重建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稿下面一般我们所谓的成功不成功，
一般因为这个是需要运动，所以一般在讨论十字韧带断裂的部分我们都比较常见一些运动医学的杂志上面去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常见的成功率就是说，这个病患回到赛场上的几率有多大因为开完刀之后，只要关节够稳定，基本上它都可以够他用一辈子的。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那所谓回到赛场的几率，当然就是分他的他的运动的层级不同。如果是职业运动员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大概是60%到80%那如果是业余的运动员就会比较高一些，大概都在80%左右所以就是根据他运动的差异的不同，那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病人会断裂，再断裂。那再断裂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年轻因为年轻我们越喜欢再去运动，再去运动之后受伤的比率就有可能。那部分第二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本身合并有半月板的破损。那其实这个也蛮好理解的，它过去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受伤，所以说它重建之后失败率比较高了。那第三个当然是跟它的解剖构造有关系，一般女生比较容易再破裂。医师强调，常见的选择过去拢是对变旧的韧带，不过现在拢是选择后腿肌的肌腱。不但会用减少手术后的痛痛，现在美创大约动工就会用利用四支架落来行路，减少手术后的关节僵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5度到21度，白热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非常感谢收看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